基方点名爱落台的卫福部长、教育部长，今仔拢有含总统热情地出席活动，不过无啥互动，也引起关注这内阁改组问题。中华阳光少年展望会黄道所讲，这理事长敢若嫌囡仔伤吵，就叫囡仔罚跪。社会组调查了后认定管教方式无妥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0月起到美国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欧洲领袖举行着结束俄乌战争的关键会谈，不过这届确实无任何进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9日的《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个拜六呢，也就是8月23日来进行着核三订胖的公投，中选会就公告，这通过标准是同意票上无523张，而且呢爱坐过这无同意票。今仔日呢，就超过540位的学者发起联署声明，有7项反对核三订胖的理由，希望会当催大家来投这无同意票。也那民众党的黄国昌呢，是继续去到新北市催票，希望大家拢来投同意。甲民众的手续来比 OK 手势，民众党主席黄国昌19国到新北市车扫，希望催823核三订开公投的同意票，嘛阁批评执政党，呼吁民众爱用选票来矫正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用人民的选票来矫正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台湾为了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真的付出太多的代价了。台湾需要好品质的电啊，台湾需要价小合理会用照顾咱民生甲产业的电。同款是公投正方代表的副社董事长董子贤，在去出席活动的时阵，嘛阁替核三厂订开有同意票。啊，不过另外一边有超过540位学者发起联署声明，提出7项反对核三订开的理由。搁在声明讲，活动长暂经过核三厂区，其中拢话无法度确保核安，要积极争取无同意票。如果将来在一个大地震之下，造成底下的这核岛区附近底下的地形的地质的岩层的变形破坏，将来是一个造山的区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在核三厂这边，如果发生意外以后，譬如说现在吹西南风的话，那台北也有可能是永久隔离区。行政院长台表示，针对核能议题，核安会已经启动必须停事，家己尊重公投结果，更加相信科学的根据。中选会19公告核三订开公投的投票权人数是2000万个2091人，依照公投法的规定，同意票必须达到投票权人总额的25%以上，也就是过关至少就要500万个523张同意票，而且有效同意票必须比无同意票较。安尼公投案才算通过。这届公投案的18岁头一届投票的人是有40万个9227人。记者采访报道。针对核三厂订胖的公投也引起大型的讨论，包含着这屏东县长周春美，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拢出声，讲这电厂起伫咧屏东，说是交予全国来决定屏东人的命运，讲这款的做法是无够公平。啊，那恒春的款团人士杨美云也创作民谣，核三订起军心惊惊，表达恒春人对核三订胖反对心声。啊，若来中去哦，这个行遐的日子实在是袂轻松啊！那段月琴乃用传统民谣旋律唱出反对核三订胖的心声。长期关心恒春环保议题杨美云，也是真有名的传统民谣艺术。这首亲手写的核三订起阮行行，杨美云讲，这毋那是伊的心声，也是真济恒春人的噩梦。过去核三厂捌火烧，互因活伫咧辐射污染的行遐内底，真无简单。40年交挂，核三停机，煞阁无一个公投出来，都有民众讲，为什么恒春人的命爱交予全国去决定？恒春人的命运，互规个台湾决定，你莫要恒春人来公投看卖咧。讲恒春人讲70%嘛谁讲的？来啊，大家来投看卖咧。恒春有阮投看卖咧。啊，若真正有影阮鼻仔懵咧，拢不要紧。核灾这种物件是不能发生的啊！如果一再发生，可能这个所在都要被居民都要被迁出。然后他有可能几十年不能进来住。那恒春人去抓，屏东县长周春美也伫咧面册打文讲，40年前核三设厂，屏东人无法度讲无爱；40年后停机啊，阁爱受压迫。全国公投决定核三敢要停放，屏东人真正无欠台湾社会啥物。19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赞声，呼吁大家爱尊重在地人的看法。高雄跟屏东是一体的啦。
那应该大家要将心比心。款团强调，核三厂设备老旧，附近有恒春断层，核废料要放伫倒位嘛是一个大问题。若是停放，环境的风险真正无按算。记者郭斌在柯家族柯兆阳高雄屏东采访报道。美国宣布要对台湾的工具机加扣20%的关税。咱台湾工具机大厂良德科技宣布，对8月1日开始实行做4工休3工，暂时要安尼推行3个月。若必得机械本底是讲这8月9月也要来安尼上班。不过伫咧暗头佫再公告讲，因为有接到这客户的订单，进行调整，恢复正常行规。百德机械是国内工具机的指标大厂之一，也毋过受到美国对待工具机加扣20%的关税，首先受到冲击。另外，工具机大厂良德科技也宣布，会为2日起实施做事休3制，互逐礼拜5也固定休假暂定3个月。关税跟汇率的2个双重的夹击下，这些产业呢，在未来的经营环境，恐怕呢，到时候会有很多家工具机业者呢。周休3日，甚至周休4日。台湾未少企业受台美关税冲击，以台中来看，因为关税实施减半的企业，到10月已经有33间，有891名劳工受影响，其中以机械设备制造、运输工具甲零件制造、金属制品制造占比上大。跟去年同期比较，那有减少5家次，那实施的人数有减少131人。美国的关税政策影响台湾每一个产业链。以科技业来讲，爱面临关税20%加 N， 半导体关税也有232条款。鸿海董事长甲电电工会理事长杨永辉顶日出席理监事会议，就表示有205个会员受到影响。跟美国政府争取所谓的保税专区，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区里面的所有的进出口，其实都可以有免税的优惠，这样子才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些中小型企业的成本。专家分析，未来企业出走是难免的，也毋过只有中型企业才有机会，小型企业恐惊真歹承担。为着协助台湾中小企业应对，经济部也会研议提悬补助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升级也是转型，也希望提升台湾产品能见度，提升国际竞争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风车内阁要改组，去互点名爱落台卫福部长邱泰源，到部长陈英耀，今仔拢含总统赖清德出席到这国防医学大学挂牌典礼，不过是无啥活动引起众人关注。那台北市长邱万安是建议讲，赖总统就要去找合适董事长董子贤做内阁。请启动。国防医学院正式改名做国防医学大学。19日献牌典礼顶面，赖总统甲徛伫边仔国防部长郭立雄咧开讲，但是甲同台的教育部长陈英耀、卫福部长邱泰源无虾米互动。这个课程总共几个小时？2天的课。迟到时，两人也拢徛伫后壁。翕相了后，总统甲陈英耀握一个手就离开，因为最近传出内阁可能改组，陈英耀、邱泰源拢互点名落台，特别引发关注。看医师工会这边有些声音，因为要下台。部长有信心留任吗？部长有信心823后能留任吗？谢谢。除了部会首长可能换人，台北市长蒋万安阁建议赖总统应该找合适的董事长董子贤做内阁。总统会考虑找童子贤组阁吗？总统最快825改组吗？有关于组阁，这个是个假议题，相信在台北市推荐阁揆人选不会是市政的优先。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人士确认的话，也会跟国人来进行梳理。董子贤回应，这不是伊的专长，而且内阁人事是总统的职权，无应该凊彩评论。伊也肯定对英台内阁承受国内外压力真辛苦。因为到立法院专案报告的行政院长对英台答询的时讲的话，互认为是咧暗示啥？如果继续担任阁揆，本席希望好好的修补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的信赖关系。我也更希望未来任何人担任院长，跟立法院之间就预算审查，我们能够依照宪法跟法律精神来。不管谁留任、谁去任、谁来补任，都要能够是一级的战力，都要能够回应民意、回应社会。外界预测内阁改组的时间点会伫8月23日后。民进党立委直接讲，上重要是有感觉的改组，甲有感觉的政策，期待新人事上路会马上有发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台南市议会临时会有哪个议员表示，应该爱甲扣超过税金，还有这交通罚款提出来，变做是普发现金给市民，算算呢，一个人会当领800到1000块。不过民间却是有不同款的意见，有人建议讲应该爱摕来治水防灾等等，那市政府表示会慎重考虑。 中央目前已经决定要普发1万块啊！台南市议会18开临时会，民进党议员临时动议提案，主张市府嘛通甲超收税额、甲交通违规罚款，以现金普发的方式幸福市民。那也部分议员赞下支持。编列预算的时候，其实常常就把税入编少了。好，那其实这样会对未来政府在执行财政上面效果不彰，所以也借由这样的议题，让政府知道说未来编列的时候要更精准。在咱财政袂歹的情况之下。 一旦揭发到百姓，苦民所苦，这是国民党党团的主张啦吼。阮支持民党法。这个提案所指的财源是包括地方的房屋税、地价税等超收税额有8.17亿，加上超收交通违规罚款4.7亿，拢总13亿。照台南有186万人口来算，每一人平均通领800块。国民党有议员建议直接普发1000块，嘛有人反对这款做法。高丽菜就要300多块了，你说给800块，我不认同啦。我认为钱要集中在一起。 集中在一起呢，赶快帮这一些呢灾民重建家园。是要不要发？我觉得还是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好，那我们才会在最后做最后的决定。不是说现在已经答应要发了，因为这知识体大，而且对于财政影响财政的冲击非常的大。地震台南市丰台省等溪北地区，目前也有真济灾区等咧重建阶段，有民间团体庇守普发现金这个做法，建议钱用伫治水甲防灾顶管。那我们这些西北的，比如说治水的建设经费要从哪边来呢？所以我们当然会希望说，市政府或市议会可不可以优先把我们的预算跟经费花在刀口上？这个普发现金提案，市议会已经通过，特别发1000，估计上无爱18亿，已经超过台南市府现有超收的财源。党委提回应，尊重议会决定，市府会搁斟酌考虑，若有影要发，会伫9月2日定期大会进前提出完整报告。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伫咧台铁高雄车头接高雄捷运的所在，昨暗有一个查甫人掠米公刀啊，伫遐个广场乱扫。有民众呢，随来通报捷运和台铁的警察，警方来到现场了后，要求伊甲刀啊弹掉，就甲伊留资料了后，放伊来离开。这个查甫人呢，可能会互依照社会法来上班，那警察的处理方式，即马也可能会互检讨。提起查甫朋友甲头前乌衫的查甫人保持距离，热心民众精神病安，因为对方手中提小型米公刀，也一直将刀片为刀柄塞出来。他是拿美工刀，他拿小小只的，然后他其实手上是一直都是拿着刀这样。民众讲，抓到的查甫人伫台铁高雄车站中央下定广场4过西，为高捷出站到台铁卖票区手中拢提米公刀，烦恼有意外，赶紧通报铁路警察。看到他是跟在人群后面。就是大家都在玩手机，没有看到他。铁路警察表示，查甫人迄当时情绪明显无好，要求对方将米公刀弹掉，心情平稳了后，才互伊坐回家等台东。也毋过安尼处理也防自己无妥当，因为警方原本以社会法上班，互查甫人离开之后，解疑涉嫌恐吓公众罪，函上检方侦办。检方也表示会定处检讨警官感受所失。本分局已掌握特定对象，积极侦办。如果有旁边有人能制止的话，那就是可以跟他一起帮忙这样。可能就是会跟他牵手之类的，不会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这样子。今年2月，台北捷运也有民众伫车厢内提米公刀挂纸，也有装潢钢琴，将30公分长的线锯扎住车，佮互伊捅出来，这个行为拢强行处罚。因为大众捷运法规定，规项物品较小克物件袂当进入捷运系统，工作用的道具也爱保好势收起来，若无相关罚100万。违反者除了面临罚款，也可能涉犯刑法，也是行政法。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台北捷运的车厢，今早起7点外呢，熊熊庆烟，原来是一名旅客手机啊所引起的。捷运公司随引带这个旅客落车来处理，加载无去影响到营运。台北捷运是呼吁民众讲，要爱注意家己随身载的物件，避免影响到公共安全。那因为这手机啊导火影响到车帮，就有可能会犯到公共危险罪。
旅客记录早起7点11分8节淡水信基线这台列车经过明环西路站了后，车厢内开始庆宴，大家开始向公道走，到后一站相连，真侪人走落车，也看到一位乘客摕烧草尾带的手机。旅客表示，到相连站了后，就有这份警官提备火器来拍火。味道闻到应该就会警觉一点。车厢门旁边都会有那个紧急呼叫钮，我就可能会去按那个，然后都先跟车长讲一下这样的状况。台北捷运说明，这台由相连站往象山方向的列车，伫第一时间有旅客持对讲机反映车厢内源，情况中心随即是站长去处理，确定是一名大约50岁男性旅客，手机称烟已经走落车，佮使用灭火器拍火，无延误。确认为一名旅客手机冒烟，经引导旅客下车，并使用灭火器扑灭。系统营运正常。台北捷运表示，目前电联车每节车厢到柜台拢有灭火器，若发生火警，旅客会当摕来用。可呼吁旅客使用电子产品，爱证明商标检验标识，避免碰起来。破损摔掉架，若将电脑使用，若因为手机家己捣毁，影响行车运转，影响公共安全，严重者会当依照刑法第184条公共危险罪论刑。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咧赛车骑奥多巴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即马公路局头一届公布接用药啊安全驾驶指引，列出可能会影响安全的药啊，亲像一寡感冒药啊，或者是讲金马放电的药啊等等，食落到地可能会头晕爱困，增加这交通事故风险。药师也提醒讲，当时食药啊，这时间点真重要，亲像食饭前降血糖的药啊，食落到地上好是唔通赛车。这是顶个月，一只通电的客运伫花莲街路口伫活的时，弄到正平的电箱，运将煞无马上停落来，警员到场进行酒测，无酒精反应，驾驶是讲身体无爽快，有食感冒药啊。你是怎样？有点人不舒服了。你有吃什么药物吗？感冒药。药师公会全联会指出，2023年全台湾有3000多人因为交通意外死亡，其中用药了后洗车是占10%，用这推算，每一年大约有300多人因为食药驾驶致使交通事故死亡。公路局头一届公布，定看到药安全驾驶的指引，除了爱困药、散瞳剂，也有金马放疗剂、部分止痛药、感冒药、有降血糖、加抗压制药，拢有可能引起爱困、头晕，也是无够专心，进一步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因为身体不舒服。那我需要去用药是人民的基本的一个权利，你很难去跟他，就是你也不能给他禁止。但是就让提醒说，你吃的这些药，如果这些药它会有这些副作用，就是暂时不要开车。指引推动了后，敢要进一步修法。公路局表示，若是发生交通事故，即马拢已经有相对应的处罚规定。指引是希望对源头提醒，也希望进一步透过医师啊药师在开药和用药的时，加民众教育。饭前血糖基本来讲的话，我们吃完药之后，我们就要立刻就要吃饭了。对啊，因为它会马上让我们的血糖整个就下降，就会造成的就是说整个有低血糖的一些症状出来，这反而会造成一些盗汗啊，然后身体不舒服啊。药师也提醒讲，若准要洗车，要注意食药的时间点。另外，若准身体有落屎的状况，可能是因为欠钙离子、致使头晕，也无适合驾驶。还有天气上热，若有着雪的情形，也可能会头晕头痛。上好是莫洗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提供弱势家庭囡仔课后辅导的中华阳光少年展望会，却去互投诉，讲因有无适当的体罚行为。理事长敢若是嫌囡仔伤过吵，就当场叫囡仔罚跪。社会处调查了后认定，讲这管教方式确实是无妥当，甲因罚3万，而且这补助也动起来啊。一阵囡仔伫教室内底坐边仔姓陈的机构理事长，却向叫囡仔跪落来。原本应该是提供弱势囡仔关怀辅导的中华县阳光少年展望会，互人也讲有不当管教行为，疑似是因为嫌囡仔人吵，就叫因当场罚跪。负责人他在旁边滑手机，可能觉得吵，就叫他们下跪这样子，看得很心寒啊！这是照顾弱势学童的地方，我们应该是要教育，而不是责罚。去年7月休热时阵，中华县阳光少年展望会申请政府的小卫生计划，专门服务身障者、经济顶弱势家庭的囡仔。民众发现机构有不当体罚的行为，向主管机关申请。机构负责人表示，因为囡仔人伤急，讲袂听，才会叫因去边仔罚跪。县府经过调查，机构有牵涉不当管教，所以甲裁罚。他们2个在吃饭会拿筷子在那边互戳，因为一直屡劝不听。所以才会叫他们各自到旁边来。
问不到5分钟啊，就跟他们解释完，不要讲这样子，然后彼此互相道歉，就这样子而已。针对本涉及不当管教案件为113年民众陈情案，本府依儿权法及相关规定办理，裁处罚款，并同步停止补助。官府表示，去年10月接到通报，11月就召开裁罚会议，罚机构3万块，停止小卫生计划补助。理事长嘛已经请辞。官府也强调，赛后会继续加强社区方案人员的教育训练加监督机制。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8日去到美国白宫，和美国总统 Trump 还有几位欧洲领袖举行着结束俄乌战争的关键会谈。不过，这届会谈概上无任何进展。结束甲美国总统川普伫北京的会谈，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欧洲领袖18日拢发文表示肯定。泽伦斯基伫北京外也确认，美俄乌3方会谈将会举行，也不过还未确定具体时间。We don't have any day. We just conformed after this productiv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and then with all our colleagues, with partners, we confirmed that we are ready for trilateral meeting. 美国北京18日的美欧乌会谈。场面盛大，也毋过成果煞有限，原本外界关注，川普甲泽伦斯基敢是会当确定和平共识，也是会搁发生今年2月底的外交冰车的事件，也毋过两方面拢无发生。虽然川普答应一旦达成和平协议，会协助乌克兰安全，也毋过伫土地交换、安全保障甲制裁等核心议题上，拢无实质进展。会前北京几摆表示希望泽伦斯基穿正式的西装前往，也毋过泽伦斯基18日的北京议会。穿白色的军装外套搭配无领导的写字，也毋过显然通过川普的流行考验。学者认为，甲2月会谈比，两个人有更加侪良性的互动。The bar is pretty low given what we've seen in February, but indeed today's meeting seems to between President Zelensky and President Trump seems to have gone on a far more positive note, friendlier, some jokes exchanged, and hopefully some expectation of more mutual, basically more shared ground, more ground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另外，泽伦斯基18日伫北京的谈话中，讲在伊拜的投下显然也会激励理会，和美国副总统范斯批评唔知影减分。有学者认为，川普甲泽伦斯基的关系犹原充满问题，也毋过为着促成和平协议，川普只是暂时忍住情绪。I think for the sake of getting things done, he held himself back, as it were, and decided to spare us the drama and the show that we had the last time around that Zelensky turned up in the Oval Office. 北约秘书长李德会后接受访问表示，有关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并不是加入北约，而是以类似北约宪章第5条集体防御的形式来进行。这也是了后讨论的重点。同时，美国已经确认2笔达到1500亿美金的军购案，一笔是由欧盟各国出1000亿美金协助乌克兰买美国武器，另外一笔是由美俄合作以500亿美金投资乌克兰军用无人机的生产。英国金融时报引用18与会欧洲代表的讲法，这摆会谈比预期成功。川普毋但无伫会中施压乌克兰让领土，也基本同意参与乌克兰战后的安全保障。就算无法度处理突破性的进展，也毋过犹原暂时。反转美罗阿拉斯加峰会了后，美国可能进一步瓦向普丁立场的基路。公司新闻警员请编译。负责敲测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埃及官员表示，哈马斯已经伫礼拜一同意讲和以色列停火60天，其中也包括甲一半关伫咧加沙的以色列人质用来交换给予以色列关起来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犯人。另外，国际特赦组织上届新的报告也指控以色列，讲因当咧规划要互这加沙人民要其失德。记者到这以色列的战车出现伫加沙的郊区，看到人讲这是以色列用来点军力的。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地中商议希望和以色列甲哈马斯停火。埃及官员讲，哈马斯已经同意甲以色列停火60天的协议，条件之一是放出一半封关伫加沙的以色列人质，并且交换以色列放出部分巴勒斯坦的犯人。目前当咧等以色列回应，然而以色列国内也继续抗议，要求总理纳坦雅胡同意协议，互搁伫咧加沙的50名人质赶紧放放回来。以色列的官员相信其中有20人搁活咧。 שוחחתי עם שר הביטחון והרמטכ"ל על התוכניות שלנו לגבי העיר עזה
והשלמת משימותינו. ואני כמוכם שומע את הדיווחים בתקשורת, ומהם אתם יכולים להתרשם מדבר אחד. החמאס נמצא בלחץ אטומי.加沙灾民真期待嘅救援物资总算是对空中弹落来啊！因提真大卡的布袋啊，伫涂骹接，也因为已经摇真久啊，灾民伫分配地点互相下来下去，足惊动作较慢，就摕袂到食物。国际特赦组织上新的报告，控诉以色列当地加沙实施超过伊的游击行动，系统性的破坏巴勒斯坦人的健康、福利甲社会结构。 نواصل العمل على الأشقاء في مصر للتحضير لعقد مؤتمر 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في القاهرة في أقرب وقت ممكن. 加沙卫生部指出，到17日为止，夭折的加沙灾民增加到258人，其中有110个是囡仔。另外，联合国我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甲工作署也伫社群平台 X 表示，加沙有100万名女性当咧面对大规模的袭击、暴力甲虐待。然而，以色列对这款的指控目前无任何回应。公司新闻新路报道。 咱的镜头登来到咱国内，讲到这陆军习军团今仔日伫咧大甲溪南花实行重炮保养射击进步验证武器装备维护状况。啊，那同一天呢，这国军也伫咧屏东的九片基地进行海空精准弹药射击。上届特别的是，这是头一届由中科院研发的快击无人攻击艇，配合着警方无人攻击机进行海空联合攻击。 两只无人水上载具伫海面对峙，画面倒边是海俄无人飞船，正边是中科院研发的快击无人攻击艇。快击无人艇加速热飞船，其实快击佫搭载同款由中科院研发的警方无人攻击机，头一届完成伫无人艇遥控发射无人机，实施无人载具海空联合攻击，顺利击败飞船。 19国军伫屏东的九片基地周边海域进行海空精准弹药射击。 飞机发射直冲上天 ，IDF 经过后战机升空，发射各组天剑2型飞弹，成功击掉飞机。专家分析，无人艇搭配无人机会当延长击杀链，而且战时无人载具消磨紧，快击甲警方拢是国产的，补充量能可望大大增加。当你有了类似一个空载母舰，未来能够在这个母舰实施了一个远距离航程之后，另外去做无人机的投射，去做攻击或做侦察。 这个对于我们未来在作战的弹性来讲是非常好的。炮声真大，震撼现场。同一天，陆军10军团选伫台中大甲溪南花阵地实施年度重炮保养射击任务，包含 M109A2 自走炮15门、155公里牵引炮17门、迫击炮9门、42迫击炮12门、120迫击炮3门，拢总5项56门，验证武器装备维护的状况，加展现国军的战力。 如果说缩减为半年的话，可以让官兵有更多的机会操作实弹的射击，那当然就可以验证官兵的这个战技战术的协调度。国军有拿强化自我防卫战力，根据美军声调机报的报道，16结束的美军联合军事演训北方打击，今有超过500个台湾军人参加，而且根据演习干部公布，台湾为2021年以来，都一直拢有派遣部队参加这项演习。记者采访报道。 树林地检署进行侦办诈欺案，查扣犯罪所得2500多的泰达币和2800多的美金稳定币。今仔日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进行拍卖，短6分钟内就去互标起啊。10号71000元，还有要往上吗？ 一个开号出价超过10组竞标者踊跃押牌，一直划价。由5号先生以79000元开定第一标。目标是树林地检署进行侦办诈欺案，所查扣的2597粒泰达币，还有全国头一届公开拍卖的2849粒美金稳定币。到尾短6分钟就结束，由同一个人分别以79000加85000得标，得标者代理人当场摕一沓纸票现金点交。 差不多啊，都以市价这样啊。第一标是比市价再高一点点，第二拍的话，其实算是差不多到达，对。但是我是觉得那个钱赚的钱太少了，就没有考虑这样。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指出，民众得标了后，会透过树林地检署的虚拟货币平台移转给得标者，也就是类似官方管理的领钱包机制。这个平台里面将虚拟货币移转到易买人的冷钱包，
或者是各虚拟货币的交易所里面的账号。虚拟货币因为它的移转会有需要是一些统一性，又可以防范一些骇客的入侵等等的这些功能。那综合考量之后，统一用一个平台的方式来做一个管理。其实泰达币甲美金稳定币甲其他的波动较大加密货币无同，毋但白美金继续相对稳定，而且美国总统川普7月签署法案了后，国家稳定币纳入美国金融体系。这届伫国内头一届公开拍卖，也为拍卖活动加添话题。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日公布台湾米其林指南2025完整名单，这届有7间餐厅摕到2星。若讲到今年所公布的呢，有8间餐厅是头一届摕到1星。若讲到县市的部分，台南同款是无餐厅入选。加入新鲜的樱花虾，加上富邦 Q 的口感，吸引不少人客眼光。这是台北一间有名的日本料理餐厅，为米其林1星今年升2星餐厅。非常的感谢米其林团队对我们整个团队的肯定，在现在这个餐饮非常严峻的时代里面，然后可以一直的前进。今年台湾的米其林2星餐厅有7间，包括永科、豪宝乡甲月瓜平等餐厅，其中北市有3间餐厅，拢为1星升2星。另外第3星部分，包括台中以新加坡菜有名的 JL Studio， 创8连霸纪录的义工甲台北台湾菜餐厅的泰瑞。今年的米其林指南有53间餐厅摕到，其中有部分的餐厅是头一摆摕到1星，像台北这间天妇罗料理，选用时令食材，佮搭配日本传统技巧，得到人客甲米其林1星肯定。面衣也好，油温也好，在油的选用上面都是在台湾算是独树一格。今年米其林提醒的餐厅主要由以台北、台中、甲高雄为主。另外，这摆新进评选的3座城市，包括新北市、新竹县市，全拢无用班车。一向有美食之都号称的台南是继续挂零。总共有7个城市共同来参与这次米其林的评选，把台湾的实力的丰富跟多元，向全世界做个介绍。退厨艺的这些新兴主厨，应该给新北跟新竹还有台南多一点指导跟鼓励，因为他们的 DNA 其实会带动米其林的这些密探会有多一点这个关爱的眼神。交通部表示，希望借由美食，予全世界认识台湾，同时促进观光。随米其林名单公布，也会带动人客准备登贵美食之旅。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根据调疾管署的统计，这2个礼拜因为肠仔病毒去予医生看的人数有变多，因为感染引起重症的病例，今年到今有13例，是这6年来同期上介多。另外，风台内做大水，这垃圾水内面有类鼻子病毒，今年拢总有41例，其中有4个人死亡，也是同期内面第3高的。最近天气烧热，真适合细菌生炭。疾管署19指出，中部和南部分别有1个红婴仔得到肠仔病毒重症。疾管署嘛表示，这2礼拜因为肠仔病毒去看医生的人数增加5.3%，因为肠仔病毒并发重症的患者有7例，今年拢总加起来已经有13例，是6年来同期病例上侪的。这个检验之后，怀疑是有这个新生儿败血症的情形，所以就通报了这个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那也是经过这个本属的检验确定分型，是这个1颗11型的肠病毒。从胎盘传染，那有可能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从产道传染，那当然也有可能从他旁边的一个家人里面来受到感染。所以有接触到新生儿的，不管是家人或是朋友，那在接触新生儿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手洗干净。最近因为风台和落大雨，真够积水淹水。疾管署指出，类鼻子病毒特别高炭，今年拢总有41例本土病例，其中有4人死亡。疫情是历来同期第3高的。医生讲，预防肠仔病毒甲类鼻子的方法，就是挂喙暗、定定洗手、甲避扫环境。
除了自己戴口罩预防之外，我们要多洗手，避免我们接触这些含有病毒的表面之后，又带到我们自己的口鼻。淹过水的东西，你也是一样，也是接触传染，主要是以接触为主，所以当然它的防护方式跟肠病毒是差不多的。另外，疾管署嘛提醒讲，虽然即马无添高类甲屈光病的本土病例，嘛是爱检查清理积水，避免蠓虫生炭。记者陈心东社桂林台北报道。中风患者除了传统复健，即马也有一种利用磁场刺激大脑的治疗方式，互中风患者豆豆有法度开嘴讲话写字。屏东基督教病院这3个月已经治疗20名中风的病人，病院也提醒讲，这中风了后3个月到半年是复原的黄金期，互民众就要量早治疗。字写了愈来愈好势，展现性的精神甲活力嘛有较好。展现性伫今年6月时阵中风，原本体力甲精神一天歹过一天，加速伫病医的建议之下，接受中腹经络磁刺激系统的治疗方式，活力有豆豆恢复，嘛会使讲一寡简单的语词，甚至是写字的复健，拢有感觉明显的进步。他要讲我们听不懂，他也会很懊恼。他做了2次。他就不坐轮椅，他自己走。另外一位拄到车祸的陈先生，因为脑部的外伤造成偏头痛，去影响到困眠。接受治疗了后，头痛明显减少，语言甲思考功能嘛有提升。屏东基督教病院引入这套中腹经络磁刺激治疗系统，算是非侵入性的神经调控技术，经由磁场刺激大脑，会使帮助受损的神经恢复功能。每摆治疗的时间大约20至30分钟，患者无需要开刀，也无需要住院。院方表示，已经有20个人接受治疗，病况拢有改善。人家进步，我感觉讲袂痛，安尼我会好。好困，搁情绪控制会调，搁我咧即马咧甲讲伊，搁较会理解，听较有，伊咧讲话我也听有啊。做了精准定位之后，针对这个地区，然后反复重复的刺激它，动作方面会进步，语言吞咽各方面它都会进步。这项系统除了对中风的治疗有帮助，也有应用伫帕金森症、阿兹海默症等神经疾病。不过院方提醒，若病人体内有装经金属的物件，就要经过评估了后才会使治疗。伊嘛呼吁中风了的3至6个月内是复原黄金时间，民众若发病爱提早治疗，骨力复健，才有机会搁恢复行动和语言能力的机会。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伫咧高雄有到太阳神跳表系统去停车，对17暗时开始就稳健发现讲，这跳表收费标准出问题，走登去2006年的标准。司机也讲，安尼是走一抓了一抓。毋过高雄这间跳表系统经销商剩3间尔，若准备调整，拢爱排队等几多点钟，动时间，搁跋倒去趁钱。对高雄市8一路西对复兴一路过来，沿路拢是排队等要调表的计程车，因为太阳神跳表系统自17开始出现无正常，时间甲费率向走登去2006年。运将走一抓了一抓，拢赶紧走来找厂商调整。不过，这阵高雄市的经销商剩3间，这几工伫遮自早甲暗拢是排队的计程车。有运将讲调表10分钟，不过排队都爱几多点钟。我想讲要来啊，不过车足多啊，无法度啊，所以就靠慢下来啊，慢2工啊，安尼啊，系啊。你这个刚刚有走车？你无走啊，我走一抓了一抓。对礼拜开始暗时啊。然后对10点多晚上10点多，做到早上5点多。一台大概爱开偌济？差不多，如果说简单的话啦，差不多伫5分钟至10分钟。经销商表示，这摆出问题是1台甲2台系统，公司有提供维修的软体，只要电管队当解决。但因为要调表爱等，有运将敲电话要联络跳表系统的业者，拢找无人。这几工减碳的加开的要找商讨，因此向高雄市计程车商业同业工会来管境。工会表示，因有联络到业者，目前会先赶紧甲系统恢复好势，后续会协助司机要求补偿。各车行把所有的资讯汇整齐全之后送到工会，工会商业同业工会这边会集体帮他们争取他们的权益，包含他们的营业损失、少收费用的部分。经销商表示，跳表系统无正常是全国使用这套系统的计程车拢受影响。目前高雄市受影响的车辆数也无法度估计，不过，敢若昨一天，伊一间店就换400-500台。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
台东热气球嘉年华会伫咧南麻地办宴会，在地保育团体就发现讲，这办宴会噪音会甲一寡野鸟行走，影响到生态环境。呼吁乡公所和县政府唔通伫咧南麻地举办类似活动。8月10日暗时啊，国家级的南地地上大埔地的热气球光雕宴会表演，放宴会时阵，在地保育团体记录到有规定的野鸟因为拍到惊全飞走。地上青年培育工作站19公布，这2年举办热气球光雕宴会表演，因调查发现，2024年活动了后的24点钟，当咧繁殖的路口野鸟减少15%。2025年因为放宴会地点刷去后壁100公尺，影响有较细，减6.7%。因若亚科的鸟仔，2024年减少30%，但是2025年却明显减少50%。虽然宴会表演下来真侪观光的游客，不过野生的动物雪糕不离种离开家园，保育人士呼吁唔通搁去南地放宴会。确实长期缺乏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跟调查结果。那这次透过跟池上乡亲合作的调查结果来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趋势也是蛮好的。县府举办的热气球嘉年华会，目前累计已经有54万外人参加。伫上乡每年拢会争取伫大埔地举办光雕宴会表演，吸引游客。不过，即马对生态有明显的影响。乡公所表示，明年就袂办宴会，或者是用换所在来办。我们有1年的时间，我们会重新来思考，也来重新拟议一下，是否有其他的活动可以代替烟火。县府表示，热气球光雕宴会表演是由各乡镇提出计划来争取，明年伫上乡会提出更加友善环境的规划，嘛会尊重地方。另外，也会请各乡镇争取活动的时阵，嘛爱甲生态环境冲击的调查包括在内。记者采访报道。外来种的死卡亚洲金蛙真够炭，南投这几年也愈来愈多，那叫声真大声，也威胁到本土的死卡生态。这南投县政府组头一批清除小队，希望赶紧会当甲这个外来种总甲清掉。外来种亚洲金蛙，这款死卡的叫声就亲像牛。最近这款外来种入侵南投，南投县政府陆续接到民众的通报案例。农业处组成社区亚洲金蛙清除小队，要来防治。有志刚讲掠亚洲金蛙正看运气，有时阵3点钟才掠2只尔，鼓励一般民众挂手套斗掠。尤其人静静的时候，叫伊超过70个分贝吼，会影响到人的安宁。民众通报了，我若去到遐，只有会看无啦，所以我嘛希望讲民众若法度掠先甲掠起来。亚洲金蛙定拢伫暗时活动，尤其落雨天，搁较会走出来。一届上济会当生25000粒卵，而且摊活6年。南投市社区亚洲金蛙清除小队，这个月甲单出勤8届，掠超过20只，按算的执行到10月底。一次生出来的卵大概有8000颗到25000颗，所以而且它成蛙之后，造成我们本土的蛙类生存空间被压缩。农业处就惊长期落来亚洲金蛙大量生碳，会危害到台湾本土的生态。呼吁民众若发现这款外来种，会当打1999专线通报。农业处希望靠政府、社区志工甲民众做伙努力，赶紧清除亚洲金蛙。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特别开学啊，这花莲县的教育中心无来的这个助学金金额也是无够，有关欠6成，700外的囡仔需要正人的帮助。为着要帮助花莲县需要资助的各个中心来传助学金，花莲县家扶中心是特别邀请在地的社团企业做伙参加募款活动。今年是需要摕1240个囡仔来募款，要1000万，但募款的进度敢若到4成尔。我们总经费大概需要950万、980万那边，但是截至目前来讲，这个缺口还有6成。那这一个金额，实际上我们就是给这一群孩子们在交通、学习或生活这方面的需要。教育中心表示讲，虽然学费目前是政府来补助，但是生活的开销嘛是造成这需要帮助的较善家的家庭真大的压力。助学金会当替因补关键的这条钱。教育中心在生活上嘛安排各种课程，陪囡仔做伙成长。因为是缴学费会比较方便一点，就减轻家庭支出。也很怕他会变坏，还好有家扶中心来辅助我们。
有时候他会先跟我们讲说他们下一个课程是什么，小朋友都会很开心。另外，受资助的学生嘛反映讲，伊捌去兼2份工课，要来传生活费，结果去影响到课业。但是教育局是改变未来的管道，无人想要来休学。大家嘛知影目前景气是真歹，但嘛是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来斗相共，甲囡仔的希望之路点好光。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新竹有一间客龄中心举办列名课程，有19位身心障碍者经过3个月学习，用手机去记录新竹的面貌，也让大众更好用到因的角度看到无同款的风景。现场正的摄影作品有以古法烧做火炭炭窑，也有翕造船厂游来制船过程。其实这拢是身心障碍朋友的作品。敢若短3个月时间，新竹一间客龄中心19位学员，经过摄影老师看教，都法度利用手机翕出美丽的作品。有人放一些木炭可以烧，靠近一点，我们就可以拍越多越好。而且拍照难不难？不会，拍到很开心。老师教我们有艺术的感受，是技巧，从前面到后面要有技术，你要拍到最好的样子。有这记得翕相的老师指出，其实这些身心障碍的学员，甲一般人无啥物无同，只要加一寡耐心甲鼓励，因嘛会当翕出真好的作品。多用耐心，然后可以很温柔的示范出正确的，然后带着他拍出好的作品。那其实他会慢慢有累积成就感。其实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都需要被鼓励、被支持。他们开始去观察，他们想把自己心里所传达的一些事情。家人、朋友的生活写照，你也能够拍摄出来。在这个拍摄出来之后，他可以跟更多人来分享。透过作品对因的角度，重新看到生活的美好甲希望。每一张作品都有无同款的节奏甲色彩，让民众会当透过作品去感受身心障碍者的世界。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较早念歌是为生活，即马念歌是为文化。台湾珍贵的传统艺术念歌，今年念出台湾去到马来西亚路，受到热烈的欢迎。台湾的美美笑念歌团和在地布袋戏团，伫咧槟城五戏节搁再合作，展现着无同款的文化结合。带我向前，甲问一个分明啊！精彩的说唱艺术，甲观众带入去牡丹亭悠远的情景。台湾美俏念歌团甲马来西亚普隆布袋戏小玉龙掌中颁奖台，让观众体验传统艺术的跨界新风貌。第2届的槟城偶戏节，除了传统的偶戏表演，也让当地的民众领略台湾念歌的魅力。观众坐甲甜甜甜，我实在有去惊到啦，想袂到讲离台湾3250公里以外的所在。也有遮尔啊侪人对着台湾的念歌有兴趣。The Puppet Festival is a very good idea because it brings many troop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Malaysia as well as Indonesia and Taiwan together, so that they can perform together with each other as well as to perform for each other. 这是台湾社区念歌班的学员头一届出国，甲周成过台湾搬进舞台。这段故事呼应华人落南洋的主题，也是念歌国宝杨秀卿全场好戏。我这届头一届出来，就是爱最认真，爱争取这个公园转去。毋过跨国合作挑战袂少，无论念歌还是布袋戏，拢惯是话戏，也就是爱对观众的反应随做表演。抗拒讲有剧本，因为细汉开始就是安话跨国合作嘛，大家的这个默契也还没有建立起来啊，所以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剧本当较保险一寡。念歌伫台湾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演过是一般人的娱乐，却因为戒严甲国语运动渐渐失传。即马美俏念歌团团长观察，严格定义的念歌表演者较无10人。拜杨秀卿做老师的伊，讲到遮侪年传承念歌的动力。伊对着念歌安尼一世人的安尼付出的传承，伊遐侪岁啊，伊搁咧继续做阮是有啥物理由讲我无爱我做这个片面即摆都无人看。无啦，无迄个代志。
无论是念歌还是布袋戏，这场艺术一直用上真诚的演出，将传统搬起哩舞台，搁一直创新，都是因为这个做戏的热情，让私民艺术会当跨越国界，进入更较侪观众的心内。记者采访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瑞士的表品牌 Swatch 进前发布新一季的手表平面广告，所以因为其中一张马杜988的相片伫网络呢，这中国的网络平台引起抗议，认为讲这相片是在歧视亚洲人。Swatch 官方网站随来回释咧，也讲甲这广告已经摕掉啊。感觉色的手表真轻薄，毋过镜头向顶面刷看到平面广告相片的查甫model用手咧编目尾，正做目睭微微的造型，就是安尼相片引发种族歧视的争议。第一次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因为他那个模特本身也是一个亚洲模特，然后他做一个这个拉眼角的手势，就这个手势，他是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是带有种族歧视的这个因素的，所以来说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张相片真紧就伫咧中国的社交媒体引发强烈的抗议，认为这是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部分民众认为相片要刊进前一定要经过审查。品牌的高层说，有关发布这张相片，真可能根本就无重视亚裔族群的想法。外媒报道，Swatch集团旗下也生产 Omega、Longines、Tissot 等牌子的手表主要收入来自中国市场。伫2024年的集团销售额当中，敢若中国、香港甲澳门的占比都有27%。虽然Swatch官方紧急发布回息的声明，佮表示对这件代志非常重视，也随甲广告对全球的官网提掉。不过已经引起中国网络呛声讲无爱买，要甲伊抵制，甚至佮有网友想要甲马杜的国籍甲名吹出来。They already apologized on a long-term basis. I still think the business is going to pick up because it was not really intentional. At least it was not the intention from the brand. It was just maybe some uncareful decision made by the photographer who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China. Especially when they use Asian models, they should pay this attention, like a fundamental guideline. 实际上，最近几年，中国的消费者常常对侮辱中国文化，也是威胁国家利益的牌子发出抵制，包含2021年 H&M、Nike 甲 Adidas 等流行牌子，因为烦恼新疆涉嫌侵犯人权的声明，拢予中国消费者发起大规模抵制活动。公司新闻台视同编译。瑞典一座113年历史的教堂，因为当地挖矿的产业，害这地层一直跌落去。当地政府这2天当咧无用，把这教堂搬到5公里外新地点，搬到位也要进行维修，就要等到明年底才当重新开放。这座1922年起的真大红色木造建筑，已经放放伫巨型移动平台顶，准备启动去新市中心。伊的所当时速上悬每点钟500公尺，有计要用2日完成5公里的搬刷。And when we went underground in the 50s, what happens is that gravity makes the land want to fall into where we mined out the iron ore. And now we've been mining down to 1,300 meters. It continuously to fall down slowly. 搬刷任务并不简单，也毋过专家利用教堂结构优势，改善将内部原本直接固定伫壁顶的祭坛位，甲有1000支音广的广风琴固定好，安尼会当免伫即寡电状风铁道破坏。为着这座搬刷之路，负责教堂搬刷任务的瑞典矿业公司也拓宽道路。It's like a triangle, so it's very good construction for moving. And we have the beams, steel beams, under here in 3 layers. And we have the SP-empty trailers, quite wide with two lines. 真如那地区矿度量犹原是真大，未来产量甚至会当超过教堂开采总量的数倍较济。教堂甲旧市中心下面犹原有矿藏要继续开采，为了避免地层下陷，佮保护居民甲安全，才会当迁城。2019年代中期，位伫北极圈以北140公里所在的真如那，其他建筑拢已经陆续搬到安全的地带，大部分的建筑拆掉重建，也毋过代表是以整体搬刷的方式来保存。旧市政厅厝顶的钟楼也互搬走，即马采伫新市政厅边仔，瑞典矿业公司会负担整个基隆纳市区搬刷计划的费用，估计超过100亿瑞典克朗，相当代表314亿。公司新闻吴伟明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5度。
标热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